但是经济发展局为了展现今年度各种经济政策成果，局长林永川上午针对江雅区开发、数位转型、甲智慧绿能等层面，意向市民报告。同时嘛，展示再生能源推动节油、加大示范社电、金质奖等侪奖项相当抢眼。其中，伫南科甲沙仑向经济引进的带动，台南嘛全力协助厂商进驻，并引进民间资金，要4档内高达1948亿，增加47000外工作机会，成果丰富。明年7月工业区第1月就咱开始来卖土地啊吼，通过安尼，咱袂当互大家知影讲，咱沿海伫溪南这边嘛有一寡，溪北这边嘛有一寡进展吼，个另外就是讲，迄个绿能跟健康园区的开发吼，这个明年度嘛会当完成报编，通过安尼，咱会当带动咱规个经济吼。伫遮大家足关心的一个议题，就是讲咱迄个台积电要来，阮来招商引资吼，希望台积电来进驻吼。伫遮咱经发局嘛准备好啊，包括土地，包括水电。包括交通方面，包括生活机能的这几个面向，咱市政府开始准备好啊嘛，建议伊会当来考虑咱台南吼。局长表示，为了拼经济，所有单位主管甲同仁拢全力以赴，所以伫最后简报嘛呈现所有同仁的相片。尤其明年迎接台南400，将以永续乐活典范城市为目标，开创台南伫全球的竞争力甲影响力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